来看这光复乡灾区呢，昨是清出9000多栋的粪扫，这中央甲地方是拍拼要赶伫中秋进前来甲复原。针对即马网络传出9万人力先迈入去灾区这款的消息，前进协调所呢表示讲并无这款的讲法，即马灾区也是正欠志工。工具带起就往光复国中去了。花莲光复乡救灾高增加成立军号召镇压球队也来到3天，加上对职员总共35人，拢去光复局中协助清理。就会很心痛啊！我们球队能帮忙就帮忙了。大家都有来，希望可以来这边帮忙，就是大家这个灾情的部分。了居民合力清理，才出动255台机具1000人，清理粪数量有9861栋，是最近上悬的量。各导致清沟工作，按算车至世界中央地方要拼中秋节进前复原。嘉户7个灾区。家户的垃圾的清理，目前的进度是88%。那道路的清理跟垃圾的部分大概是30%。那我们的做法就是，家户的垃圾持续丢，我们持续清，我们日夜都清。针对网络讲救援进入暂缓进入花莲光复的消息，前进协调所澄清无确保志工暂缓进入这消息，也强调对志工需求拢无停。不过，水利专家针对政部长李鸿源表示，若家己是指挥官，可能将病菌带出花莲，也呼吁大家唔通进入灾区。我们有疫苗的注射之外，请军方还有县府的环保单位，还有这个军方的化学兵的单位。在每一天都做消毒。按照今天的这个需求量来看的话，我们今天的志工也会超过1500名左右。我们对志工的这个需求是没有停止的。一般我们观测的传染病是类鼻菌还有风土，那这2个疾病是不会很强，重点在志工的自我保护。到星期早起8点30分为止，死亡人数18人，失联人数6人，受伤人数151人。房山河规区要搁伫咧解除红色警戒3项条件下出来，包含房山河溢流流量是毋是达到危险地步，茅台安溪光复乡危险溢流爆发广告的状况，也搁有准深的条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